我本身係一個精神科專科醫生啦。畢業之後呢，就決定揀精神科做我一個終身嘅職業呢。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覺得精神科領域都係好廣闊啦。佢涉及嘅範圍即係除咗一啲生物醫學之外呢，其實社會啊、心理學啊都係好需要去關注嘅。咁當然啦，當我去選擇做呢個專科嘅時候呢，當年係如果大家記得有安安幼稚園事件啦嚇，咁當時係因為香港嗰個精神健康服務呢都未發展上嚟嚇，咁所以當時嗰個選擇呢好多嘅同學啊，甚至屋企人都會有一定嘅意見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呢，就喺一個未係好被發掘嘅專科裏邊嚟到去工作呢，我諗嗰種嘅滿足感帶俾我係最大。喺傳統中國人社會呢，其實男女真係有別嘅嚇，咁就男性始終都係一個比較主導嘅地位。咁換句話講，其實有好多嘅行業呢都係男性主導啦。咁加上其實社會文化對男性都有一定嘅設定嘅期望嚇，咁對於佢哋嚟講，佢哋應該係強方啦。所有事情上邊呢都係要做帶領嘅角色咁樣。咁當然隨住時間嘅進化呢，其實大家會發覺呢，男女其實都係平等嘅。咁我諗特別喺香港呢個社會呢，呢個變化嚟得更加急劇啦。咁所以換句話講呢，其實喺個過程裏邊呢，對男性嘅角色嘅轉變呢，都係有一定嘅適應。咁今天呢，你可能要去接納更加多嘅情況呢，你係要同女性一齊嚟到合作。我而家係香港心理衛生會嘅執行委員會嘅主席啦，亦都係一個精神科嘅專科醫生。咁我嘅家庭呢，就其實我都係兩個女兒嘅父親，咁所以其實去平衡呢啲嘅要求呢，其實係好需要有一個比較放鬆嘅心情嚟到去面對呢啲唔同嘅角色帶嚟嘅一啲需要啦。咁所以對我嚟講呢，我就覺得如果大家記得處理壓力呢，少許嘅壓力呢就會成為你嘅動力。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呢，就一個好嘅家庭生活啦，你能夠去進入一個你喜歡嘅工作，咁加上你喺一啲義工服務裏邊能夠去得到嘅滿足感呢，其實呢啲種種呢，唔一定係成為你壓力，可能係成為你嘅動力啦。咁如果你能夠喺時間管理上邊做到一個好嘅平衡呢，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你嘅潛能呢，或者潛質呢，去做好更多幾件事。應該咁講啦，男士係對於自身嘅問題咧，好多時候都難於啟齒嘅。咁如果男性願意真係去尋求幫助呢，即係證明佢真係去到一個臨界點，即係其實係好需要一啲嘅支援。咁當然去了解佢咩原因喺一個咁沮喪或者係挫敗嘅狀態呢，係一個好重要嘅第一步啦。咁當然從一個醫生嘅角度，我哋都要去排除佢有冇一啲情緒病嘅可能性，就影響咗佢去處理佢日常嘅角色。咁當然咧，亦都唔排除咧喺佢身處嘅環境裏邊咧，佢都面對好多嘅變化同埋挑戰，咁令到佢嗰個嘅處理問題嘅能力咧，去到一個嘅極限。咁所以佢就會有好多身體或者心理上嘅警號咧，係需要支援。咁所以我估喺呢個角度嚟睇呢，就醫生嘅診斷都係重要嘅。咁但係如果佢身處嘅壓力係令到佢有呢啲嘅問題嘅時候呢，作為家人或者你作為朋友呢，其實係可以多啲去聆聽佢嘅問題。佢能夠好組織嚟到講出佢嘅問題呢，已經係幫到自己嘅第一步。咁當然陪伴亦都係一個重要嘅環節啦，即係能夠同佢一同去喺呢個過程裏邊同行呢。咁我估對佢能夠去跨勝嗰啲嘅壓力同埋困難呢，係有一定嘅幫助。
咁我估尤其是每一個人都經歷過年輕嘅階段啦。咁如果你已經係完成咗一啲你心目中想達到嘅目標，睇翻轉頭呢，其實我估都係需要好多嘅鼓勵，好多嘅支持。當然啦，即係年輕嘅我就係可能一個年輕嘅醫生啦，亦都要開始去組織甚至去建立我嘅家庭啦。咁所以喺配偶關係或者係教養子女，都係有一定嘅需要。咁當然工作上咧都係處於一個起步嘅階段嘅時候咧，我會咁樣去同自己講嚇，即係你按照你嘅心嚟到去向前行，因為你嘅興趣、你嘅熱誠喺邊度咧，其實佢就可以將你帶得更遠。簡單嚟講就 follow your heart。